哇，真係好通風，好舒服。點解呢？因為嗰邊個陽台同埋我哋贈送日富花園呢個陽台兩邊嘅話呢，真係非常之舒服。然之後個餐廳位置呢，都係比較闊落嘅，跟住我哋一個 U 字形嘅廚房，呢度呢係一個向住園內嘅諾丁山精裝3房2廳2衛副營，望出去呢都非常之舒服。樓間距呢又係比較遠。呢個單位呢都已經擺咗一段時間㗎啦，所以呢係大家呢係聞唔到任何味道嘅，又唔需要擔心隔塵嘅問題，更加之唔會因為佢全新精裝修嘅而有所擔心，呢啲係根本唔存在嘅。因為我自己行咗入嚟之後嘅話，成間屋都係比較舒服嘅。雅居樂諾丁山115平方3房2廳2衛，仲係望住個園內嘅一個全新精裝修。大家覺得呢啲副營依家賣得幾錢，或者值幾錢？歡迎喺評論區打上你嘅留言，我哋一齊探討一下。多謝。